今天有一些朋友，他们很有心哦，他们是在部落里面反美丽湾的一个联署活动的一个团体。东海岸算是台湾算保留比较多生态的一个海岸线哦，它那边很丰富的自然景观跟人文，我觉得阿美族会有其他族群。那现在最近很多财团很喜欢那块地，这整个海岸线你看得到七星潭哦，巴西那种三仙台、太麻里，还有鲤鱼潭，还有都兰，哦，还有刚才我讲的美丽湾，就是我们讲的赤铜部落，很多财团都是在那边买地，然后想要盖房子、盖游乐器材，我不晓得啦，给大家盖什么。但其实以前的垦丁很漂亮，但你现在去垦丁，一路开车，你已经看不到海岸的景观，全部都被第一排的饭店房子挡住了。来到都兰还有机会，你看花东海岸线现在还没有过度开发，所以你开车你看到那些风景啊都是免费的，不像垦丁，你光是停车就要收100块停车费，啊，为了要看海景，住到第一排海景房子，一个晚上2、3千块跑不掉，住高一点要5、6千块，可是到都兰不用，现在都免费，没有人会给你收钱，这些就跟阿美族一样，你是一个分享的族群，但我们真的很期待那些财团，但我们不认识他。我有机会，我也希望跟他做好朋友，跟他聊一聊这样。希望不要太多的破坏，然后建设那些就是对我们来讲，好像是给我们就业机会，但永远只能做服务生的那一种。除非他让我当董事长，我让他盖房子，或者我部落的头目当董事长，我也甘愿，但不是啊。你知道不是，绝对不是的。这样的连锁，我觉得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只要你站出来，在网络上，如果你会用网络的话，不会他们会教你连锁防美丽湾，简单的动作，或许真的就会拯救那片海。我也希望这样的海一直流下去，给更多朋友去欣赏。那我也不希望都兰的人或者是海岸线的阿美族，因为这样的利益纠葛关系。把部落里面本来很单纯的人际关系变复杂了，这是我自己的期待，然后我希望大家帮忙，这是需要你们也一起加入我们，我没办法，决定我自己是阿美族人，或者我出生在哪里，我跟大家都一样，但我很愿意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，让大家成为阿美族，一起来参与我们。然后唱这首歌，别在都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。